世運快遞封傳台推廣活動，選手由高雄市嘅光明碼頭出發，以一路北上，將總統嘅邀請卡送到去台北，號召萬人嚟參加總統府前嘅世運嘉年華。熱烈掌聲歡迎我們蔡英文先生進場。帶住全台灣各個縣市嘅市旗，滑輪溜冰隊嘅選手嚟到高雄市嘅光榮碼頭，以浩大嘅聲勢加油造勢。由陳菊市長嘅手中接過總統邀請卡，代表隊嘅選手要以接力嘅方式將邀請卡送到台北總統府前廣場，為12號嘅總統府世運嘉年華熱身。2009高雄世界運動會進入倒數100日，為咗要令到全台民眾能夠一齊支持世運，滑輪溜冰嘅選手成個3月份全台走透透推廣世運活動。